Hello，又到咗收市之後嘅 EJ Markets 嘅時間啦，我係呂婉瑩啊。好啦，港股今日連續第二日咧都有啲調整嘅，但係調整幅度咧其實相對嚟講幾溫和嘅。咁恆指今日其實都算係高開低走嘅。咁今日大市高開升過42點之後，最差嘅時候咧就跌過91，收市終於跌42點，跌0.2%，收25294。成交咧，尋日仲有780幾億啊，今日得翻650。今日得翻695億9600萬啫。國企指數咧走勢都相近啦，今日仲直情係跌到底添，最差跌過83，收市跌51，收10383，跌幅0.5%啊。咁今日咧都係下跌股份佔多數，整體大市咧5成9股份下跌，恒指成分股就好啲，5成3股份係上升嘅，不過國企指數成分股咧入邊8成2股份都係下跌嘅。最今日10隻會有港股收市價啦，第一位繼續都係700騰訊，等緊佢嘅第一季業績。不過今日再升1蚊，匯控話連升咗10日㗎啦，今日跌3毫，恒生數 ETF 跌3毫，中行跌1仙，瑞聲科技話俾葛咸城報告唱衰完之後，今日終於咧都反彈翻1個9毫半，升2%，友邦跌7毫，金安跌1仙，平安跌1毫。建行跌6仙，港交所咧就升1蚊嘅。咁今日就焦點都係擺咗喺科網股度啊，冇錯，納指尋晚再創新高啦。投資之後注視住騰訊嘅業績，今日科網股普遍都有理想表現㗎，係特別就 IGG 啦，升6.3%。咁另外啦就係中國擎天軟件升2.1%，金山軟件升1.6%。博雅升1.1%，金蝶升0.9%，係即係雲遊啦，就大家都用手機遊戲，但係佢就跌3.7%啊！仲有一隻都算係科網股啊，呢隻就係1357啦。美圖公司，哎呀食炸糊啊！咩炸糊呢？尋日就升到歡天喜地，就因為 MSCI 嘅中國指數納咗佢做成分股啊！喂，咁殊不知呢，未夠24小時。MSCI 突然間網站上面公佈咧，就話唔再納入1357美圖公司入去佢嘅中國指數，但係就冇解釋點解喎。哇！今日美圖啊跌咗一鋪碌啦，跌咗9%啊，收9個8，跌9毫8。10蚊其實係佢好重要嘅支持位嚟嘅，而家跌穿10蚊啊，都有啲令人憂慮啊。好，咁另外咧就呢隻都算選地科網股啦，算選地啦。呢隻就係303偉爾達啊，為公佈首季業績咧有好表現啊，收入咧就係創咗新高，升1成2，有20億7900萬美元。盈利咧就係因為要整合啲 Frog 嘅業務咧有一次性嘅支出，盈利跌咗1%，去到1億7900萬美元。末期息派5毫3，全年計都派息增加咗6.7%，回復翻到去以往水平。毛利率咧亦都由31.4%咧增加到係33.2%啊！咁部分券商咧即刻調高咗佢嘅目標價，好似包括咧就係有大和啦，將佢目標價咧由100蚊調升到123蚊。評級咧就跑贏大市，摩根大通咧就將佢105蚊調高到120蚊，評級咧就係增持嘅。今日偉爾達咧股價理想啊，升6%，收118蚊，升7蚊啊！唔好意思，啱有消防車行過，所以嘈咗少少添。好，咁另外咧就仲有今日有類型股份都做得唔錯㗎。呢一啲咧就係房地產信託基金啦。照計就加息對佢不利啦。但係自投資者係一於好少理啊。823領匯今日創52週高位添啊。今日咧就係升1.6%，宏富升1.9%，置富升0.2%，冠軍升0.6%，係6823香港電訊就跌1%嘅啫。好，咁仲有咧就係啲汽車零售股啊，成板都上升添啊！升到最靚嘅就係正通汽車升5.5%，跟住就係隻廣匯寶順升2.3%嘅。好，咁仲有咧就係啲航空股啊，航空股入邊咧就今日普漲嘅特別咧就係隻國泰啊，呢個先航空股。國泰咧市場就傳國泰星期5會公佈裁員計劃啦，應該話又公佈裁員計劃。咁佢哋嘅管理層咧就話冇嘢補充，咁市場就憧憬住國泰應該過咗最差嘅時間啦啩，咁所以今日股價升4.9%，另外東航升2.6%，國航升1.1%，南航升0.4%嘅。仲有就係啲教育股份啦，教育股咧就真係炒極都似有咁嘅呢期。今日升得最靚嗰隻就係瑞健，升4%，新高教再升1.6%，宇華升1.4%，係啲楓葉咧就跌2.1%嘅啫。
好啦，金融股同埋基建股今日咧普遍下跌啦。咁但係金融股普遍下跌之餘咧，有一隻咧就係少數上升嘅金融股，呢一隻咧就係1339嘅人保啦。咁佢哋咧就話咧計劃係發 A 股上市。咁美銀美林咧就有嘅報告最新咧都係話仍然維持佢沽售嘅評級同埋目標個3個1毫2不變。咁不過今日人保咧就係升4仙收3個3嘅。好，另外咧就係有隻個別股份方面，就係2196啦，復星醫藥，以每股28個8比前收市價折讓7%，配股集資23億幾，股數相當於已擴大股本1/6啊，用嚟還債、補充營運資金同埋潛在收購。哇，股價今日咧跌咗6%咁多啊，跌1個8毫半，收29個2。好，跟住內地股市啦，尋日叫做全面普漲啦，點知一日即刻又掉頭向下。上證指數今日咧最叻升個7點，最差跌個12，收市跌9點，收3104，跌0.3%。成交咧輕輕增加到1945億幾人民幣。深證成分股指數咧升過44，最差跌過28，收市都要跌17，收10,030，跌0.2%。係隻深圳創業板指數叫做好啲咯，跌過5點之後升過19，收市升8點，收1823，升0.4%啊。美國今晚咧冇咩重要經濟數據，咁都係逢星期三公佈嘅上週能源庫存。上個星期嘅原油庫存量顯著跌咗5%啦，不升反跌，令到油價咧有支持嘅，升咗幾日嘅。咁所以今晚嘅原油庫存咧嘅公佈咧就特別重要，影響油價啦。好，大市方面仍然都係尋緊頂嘅格局，雖然成交進一步縮減，同埋升幅唔係咁全面。咁但係所以點解就係話都係尋頂格局啦？但係似乎你要短期大啲調整咧，暫時又唔係好似除非騰訊嘅業績有咩差池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留翻聽朝飯盒魚開市之前再同大家EJ Markets啦，拜拜。